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你复活的生日，我们在来到你座前，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帮助，让我们心中悲伤困苦卸下，忧愁烦躁放下，让我们一无挂虑来到你面前，得安慰，得力量，帮助我，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谢谢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新娘诗选第35首。在这时刻，我们一起唱2遍。欢唱我爱你主，欢唱我爱你主，欢唱我爱你主，我爱你。我们请一同起立，同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的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耶
坐。让我们一同翻开诗篇第133篇，在旧约的659页，我们一起来念起应文。大家也可以直接看投影片。那由我请。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就是永远的事。我们起低头为普世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此持续的为的福音在普世的宣扬祷告，也为了卫理公会每一位您忠心的仆人祷告。特别我们今天为了内湖布道所邱太耀牧师祷告，愿神你亲自看顾他，也愿你成就邱牧师手中所做荣耀你的工。在新的学年即将开始，我们也为了学生新的学习及新的学习环境祷告，求孩子们在有新的获得，也能在校园中容神一人。最后，愿神保守我们台湾这块土地及人民，远离肺炎的疫情，也让主让这个疫情持续被控制。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接下来，我们请曾荣金弟兄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不好意思，请。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们一起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次请曾荣基弟兄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谢谢。今天的经课第一处经课在创世纪第45章1到15节。创世纪45章1到15节，在教会圣经第47页。翻到由我来攻读。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埃及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好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近前来。”他们就近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上帝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第二处经课在罗马书第11章1到2节，29节到32节。罗马书11章1到2节，29到32节。在教会圣经的173页。罗马书第11章1到2节，我且说，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上帝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174页。29节到32节，因为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上帝，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悯，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上帝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以上是今天的经课。接下来由我攻读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我们的新约圣经第19页。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泰尔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主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诗《圣羔羊》。
们谢谢诗班的献诗，献给我们最亲爱的主。接下来我们请到我们本堂的蔡文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属神儿女的信心。我们请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早上跟大家见面。我们每次听到诗班在献诗，心里其实都有很深的激动。当我们透过诗歌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是很美的事情。当然，敬拜不是只有在崇拜的程序里面。当我们进到礼拜堂的门的时候，当我们在这边坐下的时候，那一刻就是我们要与上帝见面的时刻。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只有在这个诗琴在弹前面的序乐的时候，我才是这个在敬拜上帝。其实当你一进到会堂里面来的时候，当你进到礼拜堂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就是你与上帝在交通的时间。所以千万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因为我们每一天接收到很多的讯息。我们现在人常常都用3C 产品，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接收很多条的讯息。你可能会接收很多从这个新闻来的讯息，或者是一些的奇人异事，或是八卦新闻，很多的讯息会进到你的里面来。但是好不好让我们能够在做礼拜的时候，只单单寻求一个信息，就是主耶稣的讯息、上帝的讯息进入你的心里面。也许世上有很多的信息你来不及去处理，但是这一些都比不上天上的上帝要对你说话的时候。所以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只有在序乐的时候安静，而是在我们进到礼拜堂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用安静的心来等候，来遇见神。愿上帝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不要太认为它是真的啊。各位知道，这个父母亲遇到小朋友要钱的时候，或零用钱的时候，有时候会相当的困扰，因为要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而且尤其又长大了，你应该要自己可以赚钱的。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来跟他的老爸要钱，他说：“爸爸，我要做一个事情，大事业，请你投资我。”然后这个父亲呢，他就预备了一个那个小朋友的帽子，还有这个小朋友的手套。他说：“你先把这个帽子跟手套戴一下。”结果这个小朋友呢，这个年轻人呢，他戴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是大人了，帽子戴上去，手戴上去，这个很紧。然后呢，这个爸爸就问这个孩子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头跟手有点紧。”然后这个爸爸就说：“我也是。”听得懂意思吗？头跟手有点紧，手头有点紧啊！爸爸说：“我的手头也有点紧，你手头有紧，我手头也很紧了。”所以有时候透过一些幽默，可以让我们可以化解一些的那个一些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去直接拒绝人家，其实透过幽默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用好的拒绝，好的这样的说话。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举起圣经，我们向神献上祷告，愿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来祷告，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说话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各位在箴言里面提到一个事情，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所以有时候你希望透过话语来祝福人，但是话语有时候也会伤人。所以孔子曾经这样说，他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句话可以让国家兴旺，但是一句话也可以让国家衰弱。但是同样的，你的一句话也可以祝福你的孩子，你的一句话也可以毁掉你的孩子。好，所以最近在这个论坛报上面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片有30句孩子渴望听到父母亲所说的话。我们希望在这个5月跟8月的时候，作为我们教会的叫做家庭月。所以各位，上个礼拜我们有邀请这个刘立群传道来讲婚姻家庭。我们希望在6月跟8月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来做一些的宣导，让大家可以知道基督教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是一个充满祝福的，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家庭。特别在现在的
家庭观念正在崩解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了解说，基督徒应该怎么活出那个信仰的样式，能够在家庭里面怎么样来执行你的家庭的信仰教育。所以，孩子们也渴望从父母亲那里能够来得到很多美好的话语。所以刚刚提到了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当你祝福你的孩子的时候，当你帮助你的孩子，他可能会因为你的一句话他得帮助，但是也可能会因为你的一句话会伤到你的孩子。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给我们的几个美好的话语。好，第一个，他这里提到说，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相信很多人会喜欢被自己的父母亲称赞说，我为你感到骄傲。我很高兴成为你的爸爸妈妈，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我相信这些话都是孩子们喜欢听到的。没有一个孩子会希望在爸爸妈妈眼中是一个叫做不好的人。各位，我最近在新闻上看到一个让我觉得很伤心的事情，有一个年轻孩子，他因为没有考上建中，所以他的父亲要求他在建中的外面发单张，说我考不上建中。其实那是一个很受伤的感受，因为这个孩子他可能父母亲对他期待很高，但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要上建国中学，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要上高雄中学或是高雄女中，这样才叫做有前途或是未来光明，并不一定是这样。上帝透过每一个人都做美好的事情，很多人可能搞不好也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一个位置。各位知道，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个吴宝春的面包，吴宝春只有国中毕业，但是他一样可以在国际当中去发光发热。所以不一定你要念上建中才叫做你是一个光明的，或是说你的前途是明亮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为孩子感到骄傲，虽然也许他不一定做得很好。第四个，他说我相信你。第五个，你可以哭泣。第六个，我欣赏你有追求梦想的勇气。特别第五项，很多的男生我想应该都心有戚戚焉，因为男生从小就被教导是你不可以哭，你不应该哭，因为你是男生。所以很多男生不懂得情绪的感受跟表达。所以我们当中的姐妹们，请你们要原谅你们的弟兄，因为很多时候弟兄不太会表达情绪感受，因为从小我们就被教育你不可以显露你的情绪感受。所以有时候要让孩子们去学习，你可以释放，把那个情绪哭出来讲出来，让他可以去感受到那样的一个情绪感受。好，第七个，没有你这个家就不再完整了。第八，和你在一起的时光让我很快乐。第九，你想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所以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也许有很多的梦想期待，他们很想要做些什么。当然刚刚讲了那个，如果经济上真的太重了，不要请他用特别的方式去处理也不要太勉强。但是做什么方式我都支持。支持不一定是要金钱方面，也不一定是要什么样的资源，有时候肯定跟赞美的言语也是一种支持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去支持我们的年轻孩子第10个，他说听到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对我很重要。11，我喜欢你充满创意的样子。12，我喜欢透过你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所以透过孩子的眼睛，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特别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你的想法眼光看见跟我不一样。很多时候爸爸妈妈的眼光跟孩子的眼光是有落差的，所以我很喜欢看到有一些父母亲在跟孩子们讲话的时候，他要蹲下来用孩子的角度跟眼光跟他来看事情，才不会变成说我们用大人的眼光跟孩子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好，13、14、15，他说即使我不同意你所说的话，但是我可以理解你，这个就是一个同理心认同好，14，他说我也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好，15，他说你的朋友能认识你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其实孩子们也很希望父母亲在朋友面前能够肯定他，让他的朋友觉得我是被肯定的，我是被爸爸妈妈认可的，是爸爸妈妈很称赞我的。所以让孩子们在朋友面前有面子，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样去让他们在这个方面能够说这些美好的话来祝福你的孩子。好，16、17、18，他说我对你想说的话很感兴趣，我们不会去觉得说好像他说的话是没有兴趣的。17，你是有价值的。18，有时说不是可以的。
特别要学习有说不的教育是需要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孩子，虽然我们知道说有时候说不，可能有的孩子会很频繁，但是有的孩子不会说不，所以他不懂得说不的时候，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危险。比如说像遇到一些引诱、诱惑或是试探的时候，当他不懂得说不的时候，很容易会引发一些的问题。所以让孩子适时的也可以说不是好的，让他可以有一些的拒绝，让他可以对一些的事情有他自己的眼光跟看法。好，19、20、21，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你的想法很棒，不要害怕，大声的把它说出来。”特别我们华人的孩子比较不敢在众人面前做表达，其实教他们在众人面前可以把想法讲出来是好的。好，永远不要停止你的好奇心。还有21，他说：“你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记得我看到有一个短片让我很感动，虽然我自己还不是父亲，但是那个短片让我很感动，就是有一个父亲的表白，他说：“我的孩子让我成为父亲，因为他的出生让我成为父亲的角色。”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是天生生出来就会当父亲的，也是因为孩子生出来之后才懂得怎么样去当父亲。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说，感谢他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成为这样一个父亲的角色。好，22、23、24，他这里说看到你很开心的样子，我很幸福啊。23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有时候也许我们的孩子他所选择的不一定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常常称赞他说你的选择是很棒的。24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你，但是没有关系。特别这个部分要让孩子们知道说，你不必要讨所有人的喜欢，我们也没有所有的人必须要讨别人的喜欢，所以需要让他学习一个事情，就是即使有人不喜欢你也没有关系，不是所有人都要喜欢你的，让他能够建立信心，就是即使有人不喜欢我，也不会因为这样我觉得我是不好的人。好，25、26、27他说别担心，我可以明白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认同哈。好，然后不，你没有打扰我。很多时候父母亲在忙碌的时候不太喜欢孩子们的打扰，但是当我们能够即使在忙的时候能够抱一下，能够跟孩子们沟通一下，他会觉得随时我的父母亲是我可以找的。如果他不能够找你的时候，他可能就去找别人了。所以让孩子们随时都是可以跟你有这样的相处的。27他说即使没有成功，你的方法仍然是好的，肯定他的过程，而不是肯定他的结果。所以我们肯定孩子们，他的过程当中，他也许他有努力，他有这些方法都是好的。好，最后我们来看最后3个哈。有时感到沮丧、悲伤或害怕是可以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都只要催逼他说你只能当一个勇敢、刚强的人。有时候让他感觉沮丧、悲伤、害怕是好的，让他能够知道说有一些东西是你做不到的，但是没有关系，这是可以被接纳的。29他说没有你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所以这个也是肯定孩子知道他的存在跟价值。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永远不会停止爱你。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常对孩子们说这样的话，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是很在乎他的，是很感受到有爱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上的案例。5年前我在屏东曾经遇过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孩子年轻人，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是工作上并不顺利，但是他的这个学历上他也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学历。那每一天他都在父母亲的一个压力下，他觉得他的生活非常的一个就是蛮有压力。然后他的父亲常常会讲一句台语叫做你 Q 嘎嘎。各位知道在台语里面讲你 Q 嘎那个字意思是很不好的，就是表示你已经没有用了，你是不会被社会接纳的。所以这个孩子因为长期在压力下，后来精神出了状况了。有一天他来跟我求助的时候，我就跟这个父亲讲一个事情，我说你需要改变你的说话的方式，请你从今天开始见到他，无论见到几次，请你都要讲一句话，告诉他说，不管你表现得怎么样，不管你做得好不好，爸爸都是爱你的。我说你只要改变这句话就好了。后来这个孩子真的在1个礼拜之后，他的病情跟病况就渐渐的好转，因为他能够得到他的父亲的肯定。他的父亲从来不肯定人的，但是他在那一刻，他感受到父亲是肯定他的，他被父亲接纳，以至于他的病情就能够渐渐的改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很多事情是可以不要吃药可以做得到的，不是说你不应该吃药，而是透过一些的肯定、赞美、鼓励的言语，会让这个人的心情可以改变、改善。他可以不必要再透过药物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他可以让他的生命可以有一些健康的情况。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多讲肯定、赞美、鼓励的言语，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得帮助、得力量。好，那跟今天我们的讲的内容有什么关系？今天的经文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文，因为很多人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会觉得耶稣好像在话语当中对这个妇人有一些的歧视。好，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在22节的地方，今天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22节，我们一起念来。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好，这个妇人她的孩子被鬼附了，然后这个妇人来跟耶稣求助。各位，耶稣从来不拒绝求助他的人。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耶稣常常去医治病人，耶稣常常去安慰人，耶稣常常去帮助人。可是这里似乎有点怪怪的。当这个妇人她来寻求耶稣的时候，似乎耶稣不讲话。各位，如果你看到经文的脉络里面，你会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妇人，知道吗？他有一个名称叫做什么？迦南的妇人。各位，过去以前的犹太人，他们叫做看重血统，看重你的身份，你是什么样的人，他才能够看重你。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叫做非犹太人、非我族类的，这个人是他们所认为厌弃的，是不入流的，他们是不应该来亲近上帝的，他们是不配来到上帝面前的。所以摩押人他们在3、4代以内是不可以进这个圣殿里面的。所以如果你是这个叫做撒玛利亚人的话，他们叫做混血的，也是不可以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的。他们认为这些人叫做血统不纯正。所以他们常常称呼那些撒玛利亚人叫做狗，然后那些非犹太人叫做猪。所以如果你看到圣经里面有形容这些动物，对人形容这些动物，都是犹太人的观点。他们看人的时候，他们一种歧视，认为说对人，如果你不是我的族类，你就像狗跟猪一样。所以耶稣曾经讲过那个比喻说，他说这个不要把你的圣物丢给狗，不要把你的这个珍珠丢在猪的前面。那个话都是在表明说，这些人是不会欣赏你所给的东西。但是耶稣在这里似乎好像带来那种好像有族群的那种，或是叫做种族歧视的意味。但是这可能是一个大家不晓得是一个误解，或者是说从经文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的一个脉络，所以我们很容易会做这样的批判啊，耶稣一定是轻视他们是叫做外邦人，或者是他是迦南人，所以他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耶稣不要这样做。我们需要来从圣经里面去看到这段的经文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中马田这个牧师他说，人最伟大最崇高的时候，就是当他跪下与上帝面对面的时候。这个迦南妇人她并不是犹太人，她的信仰也不是犹太教，但是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她来承认一个事情，她说：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时代里面称主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因为只有皇帝，只有你的主人才能够被称为是主，而不能够随便称别人是主。所以犹太人更是这样，他只能称上帝是主，连罗马皇帝都不配称为主，只有上帝才是主。所以这个迦南妇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说：主啊，他承认了一件事情，是他承认耶稣是有全能的，你是上帝，你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人最伟大最崇高的时候，就是他跪下与上帝面对面的时候。当他跪下来求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次碰到困难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我们需要他的帮助？还是我们觉得说某某人可以帮助我，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帮助我？我们有没有把耶稣当成是主？还是我们把其他的人当成是主，或是把其他人当成上帝？人最伟大最崇高的时候，就是他跪下来跟上帝面对面的时候。所以耶稣碰到这个迦南妇人的时候，各位会觉得很奇怪，是这个妇人在求耶稣，而耶稣一言不答，耶稣没有讲任何的话，反倒是他的学生他的门徒在那里嚷嚷，
嚷嚷什么？这个妇人叫他赶快走，不要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耶稣好像很冷血，为什么他不去帮助这一个人？有一种教育的方式叫做机会教育，各位知道机会教育是什么意思吗？发生一个事情的时候，也许老师在教的时候，在讲的时候很难去表达，或是很难去说明这个事情。当你有机会碰到那个事情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去透过这个事件来去做一个好的表达。耶稣常常透过机会教育来教导他的门徒：你们看到了什么？你所做的是什么？所以这些的门徒，他们看迦南妇人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一般犹太人他们认为说，这个迦南妇人是不配来到耶稣的面前的，应该叫他赶快走，他连进圣殿都不可以来到圣洁的老师的面前。耶稣也不讲话。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耶稣不讲话，那难道是耶稣认同这些学生所说的吗？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出现什么样的话。当这个妇人来求耶稣的时候，24节、25节，我们来念一下24节，先念24节，我们一起念来。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哇，这句话更严重了，因为耶稣说：“我只不过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你不是以色列人，你更不应该来到我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被拒绝了，或是你被这个耶稣给这个祷告给停了，你会不会觉得那就算了，就不要了，就不要祷告了？有时候我们常常那个信心是很软弱的，我们常常被拒绝的时候，我们就打了退堂鼓，或甚至是不愿意再继续的祷告，或是不愿意再继续的往前进。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因为祷告受挫，以至于我们就不再祷告了。这里是一个机会教育，是耶稣透过这个来做一个机会教育。我们来看25节的地方，这个妇人做了什么？我们来念一下25节，我们一起念来。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耶稣拒绝了他，但是这个妇人还是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坚持跟持续不断。犹太人说信心是坚持跟持续不断。当你即使遇到挫折，你遇到难处，你遇到负面的事情，你遇到这些拦阻的时候，你仍然能够持续不断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叫做信心。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这个祷告上帝没有马上的答应我就不祷告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有一点点的信心上帝帮助我上帝如果没有照我的意思，那我就不祷告了。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放弃的，放弃比坚持还要容易，因为放弃你就不再管了。但是信心是需要坚持的。所以这个迦南妇人，她并没有因为耶稣讲这个话，然后她说那我就算了，我就离开了。没有，这个妇人她说：“主啊，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拒绝了她，但是她还是再一次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哀歌3章26节，这里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他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当你觉得你的祷告受阻，当你祷告觉得好像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有时是需要安静的时候，不必一定要觉得说我要放弃了，或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力量再往前走了。有时候我们安静等候是好的。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上帝有时候要我们透过这个事情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安静来等候他的救恩。当迦南妇人在耶稣面前一再一再的不断这样来祈求的时候，他并不是没有安静的，他仍然透过在安静的时候，他并没有强拉着耶稣，但是他说：“主啊，帮助我。”他说：“主啊，帮助我。”他没有失去他的信心，他没有失去他的盼望。我们来看一下，在27节的地方，这里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耶稣用什么样的机会教育来教育他的门徒？我们来看27节的地方，我们先念一下27节，我们一起念来。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再一次的拒绝这个妇人，然后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各位，似乎耶稣讲的话好像是一个很歧视的
他说这个叫狗儿。你知道，当耶稣说狗儿的时候，也许对门徒来说，他们很高兴。你看，我的老师跟我是站在同一边的，他也说这个人叫做狗儿。我们很容易会进入到那个情境里，哇！你看，耶稣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他说这些迦南人是狗，你看，耶稣也是说他们是狗儿。所以我们很容易会进入到，耶稣好像认同我。但是这里27节他说，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个迦南妇人，她知道她不配，她不是以色列人，她不是犹太人，但是她仍然说，主啊，你仍然有怜悯恩典，赐给我一些，我仍然希望像那个狗儿一样，能够有机会在主人桌子底下能够吃点东西。虽然我吃不到那个饼，但是我要能够领受你一点点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迦南的妇人，她的信心是极大的。有时候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反而信心没有那么大，我们不敢跟上帝求，我们不敢跟上帝要。但是这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反而敢跟上帝求，他反而敢跟上帝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觉得说，我是信耶稣的人，我是信上帝的人，结果我们反而没有信心，结果反而是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信上帝的人，反而他们的信心比我们大。各位有没有听过或看过，有很多人希望你为他祷告，他说你是基督徒，你应该祷告很有用，上帝会听你的祷告。基本上他们会认为你的祷告上帝是会听的，因为你是基督徒。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觉得你的祷告上帝会听你呢？有时候我们反而没有这样的信心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反而觉得看到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反而信心比我们更大。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跟案例。18年前，我在永和天恩堂，在台北永和天恩堂服侍，我是那里的神学生。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女儿，据她的说法是，这个孩子是一个自闭的孩子，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已经18岁了。这个孩子他不想跟人接触。这个妈妈带着这个孩子来到教会的时候，这个孩子始终不愿意进礼拜堂，不愿意进教会的门。那一天教会办了一个福音茶会，这个妈妈就带着孩子要进来，孩子始终在外面，他不愿意进到里面，因为人很多，他不想进来。这个妈妈她就进来求助，她就进来跑到礼拜堂里面来，然后那时候碰到了我，我跟她在那边谈话的时候了解她的状况，她跟我说，我的孩子从小就是自闭的孩子，我已经在他身上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在他的身上找了很多的资源，甚至拜进了所有的庙，都没有办法让我的孩子可以改变，可以改善。最后他说，因为有人告诉他，请你到教会来，教会会给你资源，会给你帮助。所以他说他带着尝试的心，他想要来看看是不是教会能够给予他帮助。后来我跟这个妈妈讲说，这位妈妈，你要相信你对你的孩子是有权柄的。当你祝福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会因为你的祝福得帮助。各位，其实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样？其实我只是想安慰他而已。其实我并没有那么相信，因为我自己心里面觉得，我只是安慰他一下，让他知道说，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结果这个妈妈她真的信了。后来我带她决志，就在那个福音茶会的当中，我就带这个妈妈决志，用4律，然后带她决志了。这个妈妈决志，然后我就跟她讲说，请你开始为你的女儿祷告，为你站在门口的那个女儿祷告。她就开始来为她的女儿大声的祷告，祝福她。各位，上帝的作为很奇妙，有时候不是透过我们这个人，有时候是祷告，上帝却透过其他人去做事情的。在我们那个场子里面，有一个国中生，一个国中的小女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突然离席站起来，然后去到外面去，然后就牵着那个18岁的孩子，就在外面不愿意进来的这个孩子，把他牵进来到礼拜堂里面，在我们那个场里面，会场里面，让他能够坐在那里，然后跟那个国中的孩子，跟这个18岁的孩子一起在那里吃东西，然后在那里谈话。他的母亲在那个当场的当中见证这个事情，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我的女儿从来不愿意跟人接触，她今天怎么会进到礼拜堂里面来？各位，上帝的作用很奇妙，甚至要离开的时候，
这个18岁的孩子，他要走之前，他跟他的妈妈说：“我下个礼拜还要再来，我下礼拜还要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刚开始来到礼拜堂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信主的人，但是他单纯的信，他的女儿就得救了。那时候我看到一个神迹，就是我本来以为说是上帝会透过我去把那个孩子带进来，没有，上帝透过一个国中女生、小女生，就去把那个孩子带进来。所以你祷告，也许上帝不是透过你，但是他会透过别人把这个事情就成就了。关键在你是不是相信呢？你信不信？妇人说：“主啊，不错，可是狗儿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即使是不信的人，他也能够领受这个恩典。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非基督徒有时候比基督徒更有信心。有时候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上帝常常用一些平凡的人成就非凡的事情。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更应该是用信心、凭信心来寻求上帝。我们说这些没有信的人，其实反而有时候没有信的人比我们更信，结果我们信的人反而是没有信心的。好，所以我们来看28节，这就是耶稣对门徒训练。为什么？因为门徒们觉得耶稣应该是站在我这边的，结果耶稣却说了什么？28节，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迦南妇人，她跟耶稣来祈求，好像表面上耶稣拒绝了他，这些门徒也很高兴，耶稣你终于做对了事情。但是结果后来的结局是什么？耶稣透过机会教育来告诉他的门徒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门徒们，他们有信心吗？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信耶稣的人，但是事实上他们恐怕没有这个信心。但是迦南妇人是一个没有信的人，他没有信耶和华上帝，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相信耶稣能做的，他相信了，以至于事就成全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差别只在信心。当你遇见难处、遇见困难的时候，你的信心在哪里？有时候很多人会说，初信主的人好像祷告都比较灵验，为什么？因为他们信心很单纯，他们相信上帝是会成就这个事情的。反而我们信主很久的人，有时候信心就不太单纯了。我曾经讲过这个案例，以前我在台北卫理堂去当他们的青年传道的时候，青年牧师的时候，我第一年在那里发圣诞节的单张，有一个那一年才要受洗的一个姐妹，她就跟我在外面，她看到我在发单张，她说：“牧师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发单张。”然后她就说：“好，那我跟你一起发。”她还没有受洗，她就已经开始在学习发单张，她甚至给那个在停摩托车的人，她都递单张给他。隔年我想要如法炮制，我就带着她说：“姐妹，你去年跟我一起去发过单张，今年我们再来一次吧。”她说：“牧师，我不敢了。”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是受洗了吗？你不是信主了？你有读过一些信仰造就的课程，你应该能够对信仰更多认识。”他说：“牧师，我很怕别人问我不会的问题，我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敢发单张，为什么他信主以后，他反而不敢发单张了呢？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问题。你信主了之后，有没有让你更勇敢？你信主之后有没有让你更有信心？你信主之后有没有让你更有盼望？为什么差了一年，这个本来敢发单张的人，现在不敢发了呢？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反省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建立在神的里面。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我们学习几个功课。第一个，耶稣永远看我是他的宝贝。也许别人不这样看我，但是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只要在意神怎么看你。耶稣透过这个机会教育，让这些门徒知道，这个迦南人，这个迦南妇人，比其他的犹太人，很多的犹太人更有信心。所以耶稣永远看我们是他的宝贝。也许别人不认同我们，也许别人不喜欢我们，但是耶稣永远看我们是他的宝贝。
所以这句话很好，他说你没有义务去回应所有批评你的人。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说你不配，你不应该，你行为这么差，你不应该来到上帝面前。你没有义务去回应这些批评你的人。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宝贵的。所以耶稣能恢复一切，他的温柔能够将我们扶持起来，让我们软弱可以得刚强。第二个，苦难是我们与耶稣相遇的机会。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每一次你遇到苦难的时候，其实都是上帝给我们机会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处在窘迫之中，上帝都永远是良善的。时机虽然有不济的时候，上帝也永远是良善的。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生活很富裕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很贫苦的时候他就离开我们。上帝不会这样。即使我们遇到窘迫的时候，有时运不济的时候，上帝永远是良善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苦难是我们与上帝相遇的机会。所以每一次的生命的低谷都是我们与主见面的机会。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难处的时候，也是我们操练与主亲近的一个美好的时刻。所以穆安德烈这样说，他说有云的时候太阳仍在，我们在各样的患难中患难的当中，神的光仍然不止息的照着我们。也许可能会有乌云，你的生命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暗淡的时候，但是在乌云的背后仍有光在那里。那个光不会离开，那个光不会因为你的乌云以至于它好像就不见了，那个光还是仍然继续的照。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当乌云散去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光仍然在那里来引导我们。最后我们来看到，信心是我不能，但是耶稣是能的。所以谁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唯有耶稣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试试看，不是要我们去为耶稣做什么，你要让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你做什么。求上帝让我们能够看到，让耶稣有机会在我们身上做工。信心是我不能，但是耶稣是能的。所以宣信这个牧师他这样讲，他说如果惧怕，要更信靠上帝，要感谢上帝，因为苦难的学校也是信心的学校。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也是我们展现信心的时候。也许有很多事情不如我们所愿，不如我们所期待的，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在苦难的当中学习信心的功课。在9大恩赐里面，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恩赐里面，有一个恩赐是很棒的，叫做信心的恩赐。有一些人祷告，他需要有信心，他需要有支持，要有帮助。我们当中信心大的人，可以帮助那些信心软弱的人，让他们能够在缺乏的时候、缺乏信心的时候，让他们能够有信心，能够仰望上帝，而不是看到事情困难的时候就软弱了，就停止了。迦南妇人没有因为耶稣的拒绝而觉得说我就放弃了。迦南妇人她仍然不断持续的来跟耶稣祈求跟祷告。所以这个马克康该他这样说：学习向主信靠顺服，有一天你会在所不明白的事上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晓得上帝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苦难的当中，为什么上帝要把我们放在那样的一个情境里。但是这些在将来的时候，我们会明白，原来上帝有这样的美好的旨意跟计划。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过去的一个经验。各位知道，以前男生要当兵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几乎男生很会做过的事情，我大概都会做过。虽然我那时候是军官，但是其实我们那个部队很操，所以我特别请我的老妈打电话去给那个有利人士，请他们去关切一下，希望可以把我从那个部队里面调到比较好的单位里面去。各位，我们很常会做这个事情，找一些资源，看看能不能够有机会可以调离开，能够不要在那么苦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3年来我没有离开过那个部队，我还常常打电话回去问我老妈说：“老妈，你到底有没有去跟那个有利人士讲一下，请他来帮我处理一下这个事情？”你知道，真的是心里很苦。后来当我要退伍的时候，我的长官给我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他说，他其实调派令已经有，但是他把它压在那个文件堆里面，他不要让我离开。他说，因为你离开了这个地方的话，
他们这边的那个工厂的业绩就会不好了。因为我是在20几岁的时候就当厂长，在他们2级厂里面当厂长。他说你离开我们的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的业绩就不好了。我心里想的是，你业绩不好，然后你要用到我的这个青春的岁月去跟你换这个年轻，跟你换这个你的业绩吗？其实我心里面是不高兴的。可是我没有想到说，这3年来的一个排长的经验，这3年来当保修官的经验，却让我在我的后面的人生当中顺利了很多。我所谓顺利很多是，很多人问说，牧师你为什么敢站在讲台上？各位知道，当排长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每天要连集合场要找阿兵哥要来训话，要找他们来集合，所以你每天都要站在阿兵哥的面前，然后跟他们说话，跟他们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上帝给我天然的训练场所，就是3年的当中，我在那个部队里面就受了这些的训练。所以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虽然不是不害怕，但是会习惯的，因为每一天都要这样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看起来是负面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上帝是给你在后面预备一个你恐怕不晓得你后面会遇到的事情，是对你是有帮助的。也许你现在受的苦难，对你将来都是有益处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有一天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会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最后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乔治·穆勒，他也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一个很会祷告的一个牧师。他说：“请坚信，若你与神同行，且仰望他，并且期望从他得帮助，他将永远不会让你失望。”所以这个迦南妇人她没有失望，因为她知道她所信的上帝是真的，她所信的耶稣是真的。虽然她不是犹太人，虽然她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她祷告，上帝就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信主的人有时候他的祷告反而是很有信心的。求上帝给我们反省，我们信主的人更应该有信心，相信上帝会做奇妙的事在我们身上。迦南妇人是给门徒上的一门课，是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有信仰的人，你更应该有信心。迦南妇人她没有认识上帝，但是她有信心。如果你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你更应当有这样的信心。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耶稣从不拒绝人，耶稣愿意来帮助人，他也同时透过发生的事情，在教导他的儿女，教导他的门徒，教导他的学生，认识你应该怎么对待人。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经文里面能够学这些的功课，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宝贝的，在神的面前，这些苦难是让我们可以遇见神的机会。这些的事情发生在将来，都是要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上帝的心意跟旨意。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旨意是好的。虽然我们不明白、不能够确定，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每一步引领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谢谢你施恩看顾我们，让我们在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来遇见你。主，我们相信你必不拒绝我们，纵然有时主你没有马上来成就祷告，但是我们仍要这样坚信你。我们相信每一个时刻，主你都是听我们的，使我们用信心向你寻求那样的一个伟大的这样的神迹显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相信你所做的必然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你施恩看顾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勇气能够来见证我们所行的，我们所说的，还有我们所做的。施恩来看顾我们，坚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证道，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我们现在来金句背诵2次，马太福音15章28节。我们请来。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马太福音15章28节，再一次，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马太福音15章28节。
回应诗歌，我们现在请翻开《新娘诗选》457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我们一起唱整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别。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更坚定。信靠耶稣何等甜美，只要信靠主宝血，只要凭着纯一心心，能细垂洁白如雪。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更坚定。靠耶稣全是甜美，不会心悸停止，得着耶稣，得着一切生命喜乐和安息。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更坚定。我真快乐，我信靠你，你是我救主良友，我深信你与我同在，从今世直到永久。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更坚定。我们请诗线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祷告。谢谢主，因你赐下的恩赐，让我们在生活中跟工作中都满有恩典，让我们生活不致缺乏。求主亲自保守我们的摆上，现在献上一点微薄的金钱为主所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会众起立，我们唱《向主献成歌》。
请问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没有，让我们来一起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让我们起立互相拱手问安。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这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好，请入座。接下来我们教会自己消息报告。今天为圣灵降临第11主日，欢迎大家参加聚会及线上的新朋友，愿神祝福你。那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我们爱宴还是持续暂停。下主日8月23，台语堂邀请林志坚牧师，国语堂邀请高真营牧师来前来证道，请为这牧者的往返平安祷告。下周8月23主日之后，12点半邀请儿童主日学老师及台语品格营夏令营的志工参加午餐的感恩会。第4点，8月的执事会议及7月的收支表已经张贴在公布栏了，请大家前往观看，关心教会的情况。第5点，为预备即将开设的红本门徒课程，牧师每周3晚上7点半到9点，在201教室会上新旧约圣经纵览课程，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周4晚上7点半到9点，查经祷告会，查考雅各书3章1至12节，欢迎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并为教会的各项事工守望祷告。在第7点，制服艺人将于这个9月12号到12月5号开办秋季班，目前已经有200人报名，请为大家继续为这个招生及开课顺利祷告。在8月29号星期六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在教会将举办牧职小组长退休会，借由经验分享、课程教导，让自己对教会的管理，每个人对教会管理运作更深入的认识。希望大家踊跃参加。那第9点，教会将于8月30号预备升级典礼及受洗转入礼拜，请为今年的毕业生、青少年祷告，并邀请愿意参加本会的慕道友或转入本会的圣徒，报名受洗人转入报名哈。那第10点，宣导就是目前在宗教场所大型活动时，还是需要佩戴口罩，所以请大家在进教会的时候，还是务必要戴口罩、量体温。喷酒精的规定还是请大家遵守。即使这个呼吸还是会有点困难，那么这
害得我那个头昏这样子，看不清楚东西。好，11项哦。卫理公会108年学年度奖学金即日已经开始报名申请了，请大家准备好资料，向办公室领取报名的这个填写表格。那么109-110年的卫理公会神学院的秋季班招生，9月12号晚上7点到这个9点50，在荣光堂有这个课程，欢迎所有的平信徒、圣公硕士来报名参加。详细请见这个报名的简章。好，以下还有肢体消息，我们持续为一些身体不适的来持续祷告。那现在牧师还有要补充报告吗？准备跟大家补充一下报告。我们8月29号的这个长职跟那个我们的小组长的训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执事同工还有小组长能够知道我们教会的历史沿革跟发展，还有我们的卫理宗的礼仪法规是什么，所以我们特别开了这样的一个课程，是1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但是我们内容上面都很精彩。我们教会55年的时间，我们期待大家能够对我们教会有更多认识。所以，即使你可能不是小组长或是执事，也欢迎邀请你。如果你希望对我们的教会或是法规、对礼仪有一些认识，欢迎邀请大家来参加。然后9月12号，我们的制服艺人早上开学，那晚上有一个音乐会在这个地方。我们隔壁 YMCA 的那个有一位飞熊理事，他有一个室内乐团。然后他会在这里有一个表演，那所以我们晚上的时间，9月12号的晚上会有一个乐团的表演在这个地方。那邀请弟兄姐妹可以邀你的朋友，邀你的这个希望可以介绍到教会来的新朋友，可以透过音乐会的时候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邀请。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些孩子们，他们学历这个成绩能够维持在好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家里孩子们他们有在教会里面有参加聚会，有一些的小组聚会，或者是有跟你一起来做礼拜，都欢迎跟邀请你。如果他的成绩上可以达到标准，都欢迎来做奖学金的申请。那如果总会的奖学金不够，就是发放，因为它是有一个名额的限制的。如果不够发放，只要你的成绩是跟我们的总会的要求标准是一样的，那教会也会颁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奖项给孩子们做鼓励所以鼓励我们当中的青少年、年轻人可以来加入。那最后一项就是我们教会里面也需要有一些的义务传道跟同工可以有进修的机会，所以总会给我们卫理神学院在这边有开一门课程。那如果你愿意，希望可以能够进修，或者是希望可以能够成为义务传道被上帝来使用，那么可以跟牧师来报名，那由牧师来帮你做填写跟报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来跟总会做申请。那希望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学习，能够让我们在服事上能够有更美好的服事。那所以如果有意愿能够有进修，或者是要担任义务传道，或是要念圣公硕士班的这些弟兄姐妹，也请跟牧师来报名。这样，谢谢。谢谢牧师的补充，欢迎大家来参加。接下来我们请起立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极大的信心赏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凭着信心向你所求的都让你来成就。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订阅，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施工代祷。